突發新聞衝擊龍神正在狂暴中，請大家遠離。我諗你睇一下都會知道啦吧？你睇一下你都知道我哋今日要介紹套路係咩啦？第一隻左迴旋係咩啊？當然我哋嘅天穹龍騎士啦，仲使問呢？裝呢個260好難裝啊，因為呢個左迴旋所以裝唔識咗。跌咗，裝好佢。唔記得咗講個台詞。大家好，係西芹。終於搞掂啦 ！3、2、1 Go shoot！究竟有冇機會單殺我哋嘅 UX 呢？下一局打喎！3、2、1 Go shoot！進攻得非常好啊！就係我哋嘅蒼穹龍騎士停轉獲勝1比0。3、2、1 Go shoot！蒼穹龍騎士成功將人哋打入個坑度，3分啊！3分，3比0。3、2、1 Go shoot！衝擊龍神停轉獲勝3比1。3、2、1 Go shoot！衝擊神龍停轉獲勝啊！3比2。對唔住，口誤講咗神龍係龍神啊！3、2、1 Go shoot！果然 UX 就係 UX，就衝擊龍神將人哋撞入坑，4比3，果然都係衝擊龍神比較勁。呢度有戰鬥圖則表，如果中意呢個戰鬥圖則片嘅話就訂閱。